在2026年的這個夏天，華語影壇最令人矚目的事件，莫過於周星馳導演蟄伏7年後的新作《功夫女足》上映並迅速突破10億票房大關。然而，比票房數字更讓影迷津津樂道的是周星馳在宣傳期間對女主角迪妮熱巴那近乎反常的盛讚。他不僅罕見地使用了有天分、有驚喜這樣的詞彙，甚至略帶心痛地反覆強調他為角色的付出，更直言他被漂亮的外表困住了。這一評價如同一塊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瞬間激起了千層浪。要知道，周星馳這位被奉為喜劇之王的嚴苛導演，其鏡頭下的星女郎們大多是以顛覆性的醜態或驚鴻一瞥的仙氣留名影史，極少有人能讓他如此不論讚美之詞地去肯定一個年輕演運的喜劇納核。於是，一個巨大的問號懸在了所有觀眾心頭。迪妮熱巴這位長久以來被內娛審美體系定義為濃顏美貌天花板的90後頂流花旦，憑什麼能拿下周星馳？他憑什麼讓這位見慣了人間喜劇與悲歡的導演，視其為可以承載其無厘頭精神與深刻表達的不二人選？這絕非一句運氣好可以解釋。當我們撥開流量與美貌的浮雲，認真考古迪妮熱巴的早年作品，才會恍然驚覺，在那些被大多數人忽略的，甚至是被視為黑歷史的搞笑橋段裡，他早就是一位被嚴重低估的喜劇演員。周星馳的慧眼不過是讓一顆被塵封已久的喜劇寶石，終於在2026年的銀幕上發出了本該屬於他的奪目光芒。這並非一場突如其來的幸運垂青，而是一場至到了近10年的伯樂與千里馬之間的相互辨認。迪妮熱巴的演藝起點，其實就與他那張極具異域風情、精緻得仿佛不食人間煙火的臉籠，構成了一種奇妙的反差。絕大多數人認識他，或苦是通過《克拉戀人》你那個中國版千頌伊高文，那個角色讓他一炮而紅。但回過頭看，高文的成功，恰恰是他喜劇天賦的第一次意外洩露。在那個角色身上，迪妮熱巴展現出了一種極為罕見的表演能力，即在女神與女神經之間毫無違和感地無縫切換。他可以在前一秒船冷艷高貴地面對鏡頭走公淡，後一秒就在家裡抱着零食，對着好友開啟碎碎念和自戀式發瘋的徵婚模式。這種表演如果換作其他女演員，很容易演成尷尬的做作或者令人不敵的浮誇。但迪妮熱巴的演繹卻有一種天然的松弛感，她似乎並不在意自己那張被上帝親吻過的臉會做出怎樣扭曲或搞怪的表情。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帶着一種我知道我很美，但我也知道我這樣很好笑的坦蕩。這種坦蕩是喜劇演員最難能可貴的品質，因為它意味着演員放下了對美的執念，轉而擁抱了真。高文這個角色本質上是一個巨大的喜劇矛盾體，他的笑點全部嚟源於自我認知與現實境遇的立位。他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卻總是事與願違地製造出一連串笑話。迪妮熱巴精準地找住了這種立位的節奏感，讓高文的作和鬧顯得可愛又心酸，以至於多年後，這個配角的光芒一度合過了主角，成為無數短視頻博主反覆剪輯的喜劇名場面教科書。如果當時有人能敏銳地捕捉到這個信號，就會意識到這個漂亮女孩的身體裡住着一個天生的喜劇靈魂。然而，市場和資本顯然更看重她那極具衝擊力的美貌，隨後遞到她手裡的劇本，幾乎清一色地是絕世美女、清幽帝姬、高貴神女之類的角色。在這些角色裡，她被要求端莊、深情、美得不可方物。她那雙在喜劇裡缺乏光的眼睛，在大部分古裝偶像劇裡，只能用來含情脈脈地凝視男主角或者釋放所謂狠辣的眼神。她的喜劇天賦像一塊被華麗綢緞層層包裹的璞玉，鮮少有人願意揭開那層綢緞，看看底下藏着怎樣驚人的紋理。但迪妮熱巴自己似乎從未忘記過那份對喜劇的天然親近感。在成名前後那段不算太長的新人探索期裡，他其實已經悄悄完成了多部喜劇作品的積累。
如果觀眾願意去翻看他早期的電影作品，比如《傲嬌與偏見》和《21克拉》，就會驚訝地發現，他在這兩部輕喜劇中展現出的喜劇功力，遠比高文時期更加大膽和豁得出去。在《傲嬌與偏見》裏，他飾演的唐楠楠有一個令人過目不忘的經典名場面，因為花粉過敏導致整張臉嚴重浮腫，嘴唇腫得像2根香腸。他頂着一張毫無形象管理可言的臉，旋在那裡一本正經地跟男主角對戲，製造出極度荒誕的笑點。這個情節的設計本身就帶有周星馳式的無厘頭色彩，即通過對外形的極端違配來製造反差笑料。對於許多偶像演員來說，這樣的情節無異於災難，他們寧可支付高額違約金，也絕不會同意以這種形象出現在大銀幕上。但迪尼熱巴不僅接受了，而且演得極其投入和自然。他沒有因為自己醜了而顯得扭捏或放不開，反而利用這種醜將角色的倔強與可愛放大到了極致。同樣，在《21克拉》裏，他飾演的劉嘉欣是一個腦回路清奇、給到拜金卻又迷糊搞笑的女孩。她在這部電影裏的許多表演橋段，比如一些誇張的肢體動作和天馬行空的對白處理，都帶有鮮明的漫畫式喜劇風格，那種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的能力，和星爺電影裏那些小人物的處世哲學有着異曲同工之妙。而在電視劇領域，除了高文，他在《漂亮的李慧珍》中更是徹底顛覆形象，頂着一頭亂糟糟的泡面捲髮，畫上着班裝，全程演繹一個笨拙、冒失，在職場和生活中不斷闖禍的醜小鴨。他在這個角色裏完全拋棄了偶像包袱，走路內八，說話結巴，眼神躲閃，把一個小人物的自卑與善良刻畫得入木三分。這種對自身美貌的暴殄天物，恰恰證明了迪尼熱巴對表演本身的熱愛遠勝於對自身形象的擁護。喜劇的最高境界從來不是扮醜，而是通過扮醜等手段去解救生活的不堪，去展現小人物在困境中的生命力。迪尼熱巴早年的這些作品，雖然劇本本身或許存在各種瑕疵，但他在其中的喜劇表演卻如同遺珠，提前向業界展示了他駕馭無厘頭和誇張喜劇的無限可能。只是這些可能在當時並沒有被主流的影視製作體系所重視，因為他的美貌實在太具有統治力，以至於所有片方都默認把他賽進花瓶或女神的模具裏，就足以獲得商業上的成功。於是他的喜劇天賦就這樣被殲制了，甚至被許多人遺忘了。只有在粉絲們偶爾翻出的考古視頻裏，大家才會再次驚嘆，原來熱巴船有這一面。那麼周星馳究竟是如何穿透這層美貌的迷霧，精準鎖定迪尼熱巴的呢？這就要回到周星馳電影美學的核心。縱觀周星馳的所有經典作品，他鏡頭下的主角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小人物，哪怕他們最終成為了英雄或大師，其精神吶喊也永遠是草根的，帶着煙火氣的。周星馳的喜劇之所以能跨越時代成為經典，正是因為他深刻地刻畫了那些小人物在面對命運捉弄時的困迫、尷尬、倔強與永不放棄。因此他選擇演員的標準從來不是對方是否足夠漂亮或帥氣，而是對方身上是否有那種小人物的倔強和天然的喜感。他曾直言，迪尼熱巴被漂亮的外表困住了，不敢放開演戲。這句話一鉗見血地指出了迪尼熱巴在過去多年演藝生涯中遭遇的困境，同時也揭示了他對他的期待。在星爺看來，迪尼熱巴那種一本正經的困迫和不經意間的搞笑，正是他苦苦尋找的周氏喜劇精髓。他的美貌在他的喜劇天賦面前不是加分項，反而成了需要被打破的枷鎖。為了讓這塊璞玉煥發光彩，周星馳在《功夫女足》中對迪尼熱巴進行了近乎魔鬼式的改造和引導。他要求他剪掉長髮、曬黑皮膚、增重8公斤以塑造運動雲般的烈實體格，甚至全程素顏出鏡。這些外在的改變，對於一個常年混跡於公壇和時尚圈的女明星而言，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犧牲。但迪尼熱巴沒有絲毫猶豫，
他不僅迅速執行了導演的要求，甚至將這種自毀行為視為一種表演上的解放。他閉關3個月苦練球技，片中的倒掛金鈎鏡頭反覆拍攝17條，泥地對抗雨中連拍10幾個小時更是家常便飯。他拒絕使用替身，所有高難度動作全部親自完成。更令人動容的是，面對周星馳心痛他曬黑，反覆強調對大美女嚟說曬黑是很嚴重的事時，他卻用一種近乎臭屁又帶着年輕版周星馳式的幽默回應道：大美女曬黑了也好看。這一瞬間的應對，不僅展現了他極高的情商，更展現了他與周星馳在精神層面上的契合。他懂得如何用幽默化解沉重，用輕鬆消解苦痛。這正是周星馳電影裏那些打不死的小人物所擁有的核心力量。周星馳之所以那麼執着地想要他承認那是犧牲，是因為他在這個年輕演員身上看到了當年的自己，那個同樣報喜不報憂，默默承受一切卻從不說慘的自己。而迪麗熱巴的回應又讓他意識到，這個女孩不僅像他當年一樣拼命，而且她已經掌握了用喜劇心態去對抗世界審視的目光。這種精神吶喝的高度統一，或許才是周星馳最終認定非他不可的真正原因。他不僅僅是在演一個喜劇角色，他本人的性格底色就是一部充滿反差與驚喜的喜劇作品。於是，在《功夫女足》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前所未見的迪麗熱巴。她飾演的玉龍果敢莽撞，像一隻桀驁不馴的刺蝟，在錄音場上橫衝直撞，滾身沾滿泥土和汗水，眼神裏卻燃燒着對勝利的渴望和對命運的不屈。在這個角色身上，你看不到一丁點高文的精緻、鳳九的仙氣，或是任何他在偶像劇中為人熟知的影子。他完全融入了周星馳構建的那個既熱血又荒誕的草根江湖，用精準的節奏感和毫無包袱的肢體語言，接住了星爺拋出的每一個無厘頭包袱。那些認為他只能演美女的刻板印象，在玉龍這個角色面前被擊得粉碎。觀眾們在電影院裡開懷大笑，不僅僅是因為劇情的巧妙，更是因為他們在迪麗熱巴身上看到了那種久違的屬於周星馳電影的靈魂。那是一種哪怕身處泥濘也要仰望星空的樂觀，一種哪怕摔得灰頭土臉也要爬起來再戰的倔強。而這恰好與迪麗熱巴自身的演藝經歷形成了奇妙的互文。她也曾被困在美貌的泥沼裡，被資本和市場的審美所裹挾，但她始終未有放棄對表演的探索和掙扎。如今，她終於遇到了那個願意撕開她華麗外表，挖掘她納里寶藏的喜劇之王。所以，迪麗熱巴憑什麼拿下周星馳？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不是因為她漂亮，也不是因為她幸運，而是因為她骨子裡那份被低估已久的喜劇天賦，終於在周星馳這裡找到了最懂她的伯樂。她早已在早期的作品中為自己鋪就了一條通往喜劇殿堂的暗線，而周星馳正是那個順着這條暗線，將她從神壇上請下來，讓她回歸到充滿煙火氣的人間，並賦予她一個足以名留影史的小人物角色的人。這既是一場互相成全的合作，更是一次屬於迪麗熱巴的自道的證明。好看的皮囊或苦是他進入這個行業的敲門磚，但有趣的靈魂才是他能夠走到周星馳面前，並且與之並肩而立的關鍵。喜劇這條路注定孤獨且充滿挑戰，但對於迪麗熱巴而言，這或許才是他真正的星辰大海。